上一集我哋已經徹底明白，現代人所有反覆嘅亞健康，多數慢性病都源自一種睇唔見、冇感覺、長年悶燒嘅慢性低度炎症。而我哋日常嘅錯誤飲食、熬夜、成日坐唔喐、情緒內耗，就係不斷幫體內嘅發炎之火添柴加溫，令到傷害越嚟越深。既然病根係發炎，咁真正嘅養生、真正嘅防病、真正逆轉慢性病嘅關鍵，就唔係一世靠食藥控制，唔係亂買補品、亂保養，而係從生活每一個層面做根源性抗炎，慢慢將體內嘅暗火撲滅，等身體回到自愈平衡嘅狀態。呢一集我完整將5大核心抗炎體系，用最淺白、最深入、最可以立即執行嘅方式拆解俾你，每一點都有觀念、有原理、有做法，聽完就能夠立即套用到自己生活入面。第一大核心，飲食抗炎，改食會減少發炎嘅食物，改成修復身體嘅模式。好多人誤以為抗炎就係食素，食得超清淡，或者係節食減肥，其實完全唔係。飲食抗炎嘅核心邏輯只有2句話：減少食入身體嘅發炎負擔，多食可以修復身體嘅天然食物。首先，我哋要刻意減少促進發炎食物嘅攝取頻率，含糖手搖飲品、各式甜品蛋糕、精緻澱粉、白米白麵包、油炸食物、炸雞、加工零食、公仔麵、香腸、煙肉等等嘅加工肉品，過量嘅紅肉、含有反式脂肪嘅餅乾，呢啲食物唔係偶爾食就會生病，而係長期食嘅頻率太高，會持續拉高體內嘅發炎指標，破壞腸道菌群，損傷黏膜。我哋要主動增加天然抗發炎食物，例如深色葉菜、十字花科蔬菜、全穀雜糧、深海魚類、無調味嘅堅果、橄欖油、亞麻籽油等等嘅好油脂、豆類嘅原型食物。呢啲食物本身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、優質脂肪、膳食纖維，可以幫身體降低發炎、修復細胞、穩定代謝。此外，最重要嘅一個原則係3餐定時，唔暴飲暴食，維持7分飽，唔亂食來路不明嘅保健食品，唔隨意亂進補，減少腸道代謝負擔，就係最廉價亦都係最高級嘅抗炎養生。你唔係減緊肥，你係喺度每日降低身體嘅發炎負荷，負荷一下降，身體自然啟動修復。第2大核心，睡眠抗炎，重點唔係瞓咗幾多個鐘，係瞓啱生理時鐘。我哋在意一日有冇瞓夠7個鐘、8個鐘，但係忽略更重要嘅係你幾點瞓。人體嘅生理時鐘非常精密，夜晚係免疫修復、清除發炎因子、修復血管內皮、修復腸道黏膜、平衡內分泌嘅黃金時段。長期熬夜、夜瞓、睡前玩電話、睡眠碎片化、日夜顛倒，最大傷害唔係第2朝精神差，而係直接打斷身體夜間自動消炎、自動修復嘅機制。睡眠抗炎嘅關鍵做法係建立固定作息，盡量喺夜晚11點前進入準備睡眠狀態，固定起身時間，唔好日夜顛倒亂補眠。瞓覺前半小時放低手機，減少藍光刺激，讓神經放鬆，進入深層睡眠。瞓啱時間，瞓好品質，唔使食任何補品，本身就係最強大嘅天然抗炎療程。第3大核心，運動抗炎，唔使激烈健身，重點在於規律、循環、代謝。我再強調一次，抗炎運動唔係為咗練肌肉，亦都唔係為咗爆汗減重，佢嘅核心價值係促進血液同淋巴循環，帶走體內發炎代謝廢物，平衡免疫系統，穩定長期發炎指標。普通人完全唔需要高強度訓練，亦都唔需要極限有氧，最適合抗炎嘅運動模式係
每周維持150分鐘左右中等強度嘅運動，每日快走、慢跑、踩單車、游水、瑜伽、伸展、太極都可以。關鍵唔係一次練幾攰，而係規律持續，打破久坐僵滯。長期成日坐嘅人，只要每日固定起身活動，拉筋行下路，就可以明顯改善循環，減少體內炎症堆積。第四大核心，情緒抗炎。放下內耗係現代人最被低估嘅養生關鍵，亦都係最有智慧嘅。好多人以為情緒只係心入面嘅事，同身體無關，但喺醫學嘅角度睇，情緒直接決定你嘅發炎程度。長期壓力過大，容易焦慮，凡事諗太多，鍾意轉牛角尖，成日嬲，人際內耗嚴重，會令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長期處於高檔，刺激免疫系統過度反應，放大全身發炎，打亂睡眠同代謝。好多人食盡各種保養品，睇晒各科名醫，身體都係好唔到。問題根源都係心冇安定落嚟，身體嘅炎症永遠無法消退。情緒抗炎嘅做法好樸實，卻非常有效。學識接受無法改變嘅事，減少過度執念，唔好同自己過唔去。適度舒壓，培養興趣，多走動，接近大自然。少啲嬲，學識表達自己，唔好凡事屈喺心入面。心平氣和，減少內耗，本身就係喺源頭熄火，減少體內發炎。第五大核心，腸道抗炎係守住人體70%免疫嘅第一道防線。腸道係人體最大免疫器官，超過70%免疫細胞集中喺腸道。腸道菌群失衡，黏膜受損，長期便秘或者腸胃不適，都會直接令全身免疫紊亂，炎症會四處游走，衍生過敏、皮膚問題、疲勞無力、自律神經失調。日常腸道抗炎做法非常簡單，3餐規律，少冰冷刺激，少油少辣暴飲，多食膳食纖維、原形食物，幫助腸道菌落平衡。唔隨意濫用消炎藥，唔亂食瀉藥，避免破壞腸道原生菌落平衡。顧好腸道就等於築起全身抗炎最前線。講完呢5大完整抗炎體系，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體悟。第一，你而家所有嘅亞健康，身體嘅小毛病都唔係突然嚟嘅，係過去幾年嘅飲食、作息、運動、情緒所有習慣嘅總成績。第二，慢性病唔係宿命，唔係年紀大嘅必經之路，佢只係慢性炎症長期累積嘅結果。醫症狀永遠醫唔好，唯有從生活根源抗炎，才有機會真正逆轉。第三，最高級、最廉價、最有效嘅養生，從來唔係昂貴補品，唔係偏方秘方，而係好好食飯、好好瞓覺、規律運動、穩住情緒、顧好腸道，將日常小事做啱，身體自然會回歸平衡同健康。健康唔係年老先去理，而係從年輕就要識得主動滅火，遠離炎症，唔俾慢性病綁架人生。如果你長期疲勞、亞健康、家族有慢性病、容易過敏失眠、體重難減、常年肩頸酸痛，非常建議你將呢2集分享俾家人、朋友、身邊成日夜瞓同亂食嘢嘅人。鍾意呢2集抗炎分享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，留言俾我，話我知你最困擾嘅亞健康問題，我哋一齊用抗炎思維慢慢調整，慢慢變好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